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成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昨仔咱講到 Venezuela， 今仔日同款甲川普有關伊朗開始在震動，通貨膨脹抗議是真濟人。那麼這擺有影無同款，也有美國川普緊緊在看。到底伊朗會變成什麼款？今仔日是位專家學者到底來討論。來，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副教授張景安。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台灣智庫資深委員張國成。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釋。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關於伊朗即擺面對的就是通貨膨脹、貨幣制度強要崩盤，引起了大規模的抗議。官方為着要安打民眾，宣布要來普發台幣平均差不多220塊，連發4個月。川普若警告，伊朗若閣有抗議者來死亡，美國隨時就會行動。其實哦，對我差不多青少年的時代，咱就看到伊朗的問題一直延續。迄陣時叫做科梅尼。但是即馬即個其實嘛是赫梅同款吼啊。不過因即個示威，如果因若閣換別人，敢對伊整個社會甲政治的體制有所轉變嗎？我先請吼，即個謝主任吼，主任你甲咱開破看覓。目前即擺伊朗的即個情形，伊是安大好啊？一人分分的啊，大家就好啊？還是講無咯？內面還閣無木受，還閣咧噗噗滾？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所謂的人民的活動起義跟之前不同的是，第一個它的這個規模非常的大，好，然後規模非常大，大的跟之前比之前來講更大，然後再來它參與者不同，這參與者這次主要參與者是由這個所謂 Bazaar， 就他們市集的這些中小型的商人開始罷市罷工，開始起義。小等，咱停一下吼。主任，你的意思是講，以早我知影，譬如咱看新聞大，有人咧抗議，以早從來就無一寡生理人，這擺是有生理人出來抗議。對，這一次比較大的特別就是因為之前的參與，譬如說前2年那個女生包頭巾事件，女生被射傷之後，是很多婦女上街頭，很多的所謂年輕人有理想的年輕人上街頭，文化分子上街頭抗議政府要改革。然後之前的也是一些就是所謂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他們可能上街頭想要改革。這一次是經濟的階層出來主動，第一次要做一個這個改革。那為什麼經濟階層出來做罷工罷市是一個對伊朗來講很可怕的一個事情呢？因為這群精英在1979年的時候就扮演着支持當時的何梅尼推翻前面巴勒維國王的那群同樣的一批的經濟精英。所以這代表什麼？代表說伊朗的政權面臨到了這一次的這個暴動抗議。是前所未有的，不是只是單純的一般的百姓上街頭要求生活過得不好。然後為什麼這群我們要問的應該是說，這群經濟精英為什麼決定要上街頭？為什麼之前他們不上，這次要上？好，是啊，對，因為這一次我們看到最大一個大家新聞都在報，就是他在1年之內，伊朗的貨幣跌了70%。那跌了70%代表什麼？代表這些中小型的商人他們無法去，他們依賴的是進口。他们需要进口外面的東西來賣，他們因為貨幣貶值，他們沒辦法去進口東西。可對出口對那些大的商來講，可能是獲利的。就清政府那些商人，他們可能覺得，貶值很好啊，那對我出口來講是比較容易的。可是對這些中小型的商人，當他們貶值之後，對他們來說是沒辦法繼續生存，去維繫他們的生活。那百姓又沒有錢，也沒辦法跟他買東西，所以他們不得不做一個比較激進的方式去罷工罷市。老師，你跟咱講，現在伊朗吼，雖然也是另外3位吼，佮繼續講的。老師，你先點一下，因誒，這個
變超70%是什麼大概的原因？其實有幾個原因。我們可以看伊朗，它這幾十年來，從1979年來一直都面臨到這個西方世界的支持，主要就是美國，然後歐盟，還有這個聯合國。那特別是美國對它的這個制裁是一直都有的，無論是在就是所謂的這個核能方面的制裁、核子武器的制裁，或是貿易，甚至是金融、銀行方面的制裁。但制裁不是一天兩天啊，那你起碼叫我好過。因為不是現在才有效果，其實一直都有，這第一個。然後去年，因为大家不要忘記，去年的時候，2025之後，歐盟恢復了從2015年的制裁。因為2015年之後，那時候美國要跟伊朗談這個和平協定，所以歐盟說，那我們暫停我們對這個伊朗的制裁。可是到去年開始，以色列的跟伊朗的衝突爆發之後，他們就再度制裁了伊朗。所以去年開始，這個制裁再度生效，所以壓迫它。第一個，第二個是什麼？其實伊朗政府某種程度上，他也希望可以去貶低它的貨幣，因為他說貶低怎麼樣？它可以讓他的這些大的商人出口。對對對。可是他一貶低之後，忘記說，其實它影響到了他很大眾的這個中小型的商人階層。所以這是一個是制裁不好，一個是它本身的這個經濟制度就不好。哦，啊，唔是咧食迄種藥啊，食迄個絲，食這個野羊，食那個野羊啊呢。對，所以起碼變成巧袂好。是。然後除了經濟的問題之外，他們水其實也有問題。水，他們的水有乾旱的問題。他們說，一方面也是氣候變化，所以伊朗面臨到這幾十年來、這十幾年來最大的一個比較乾旱的一個情況。2個多禮拜之前，伊朗總統甚至跟他德黑蘭百姓說，我們可能要遷城，就是1000多萬的德黑蘭人口遷到其他城市，因為你沒水喝了。如果再不下雨，2個禮拜可能就沒水。所以這個整個的國家內部的情況來講，經濟不好。那你水又沒得喝的話，這水又人民面對說，會不會沒有水的一個問題的時候，大家慌，對，所以大家就上街頭，開始希望去做一些改變。這吼，張老師今麥先做一個概括性的這個描述吼。咱今日要講這個問題，因為是延續昨仔所來。咱咧講川普他都喺咧新聞大就講哦，你若有這個示威人若有死吼，我會過來出手哦。我要請教張老師來講一下。伊這個出手吼，是有效果還是有道理？即馬全世界攏驚伊出手啊！哦，這個獨裁國家當然是有這個人吼，唔知影伊明仔載要想啥，所以出手是有這種可能性。當然，即馬所有的獨裁國家全部一定攏增加防備啦。所以，嗰邊第二遍遐爾順利的出手嘛，無遐簡單。但是不管如何吼，伊已經向全世界證明。吼，伊是伊感覺有必要的時陣是隨時會當出手。第二咧，任何世界上的大國去出手去掠，或是干涉這個較小的國家這種的內政領導人吼，其實足濟的以前的例，羅西亞甚至於印度攏有做過這種代誌。但是咧，大國真正愛出手吼，攏有幾下的前必要的條件。第一是軍事要有準備，第二是進步要充分，第三是內部要有人配合。吼，這邊聽講進步啊，進步甲配合這是兩項共款的嘛，無人配合講實在進步，要準確嘛無簡單啦。所以第三就是上重要，就是按內部要有人配合。第四咧，就是你家己掠去也好，干涉伊內政嘛好，一定內部要有人有新的反對人士、反對派。會當把迄個政權接起來，假使咧無法度接起來，只不過是掠少數一兩個領導人，其實問題可能無法度解決。所以，這照你講來講，其他國家可能是我這個國家是毋是已經符合這4個條件？好，假使已經符合吧，可能危險性就都足危險的啦。即馬伊朗看起來吼，這個人民的不滿是非常大。大家攏知影，這嘛毋是一當兩當，這內部的問題。然後咧，經濟問題，頭拄啊，劉教授嘛講過，經濟是愈來愈嚴重。即嘛，佫有一個水的問題。所以咧，伊這個國際上有人講，以前是美國甲伊制裁，然後歐洲甲伊制裁，即嘛是提供俾攏甲伊制裁，因為無水啊，所以足濟阿拉伯話叫做 Inshallah。足濟問題吼，但是咧，上重要就是吼，你假使是對伊政府採取啥物行動，但是咧，伊政治的體制無法度規個改變，嘛無效，嘛無效。
第二咧，就是新的政治的體制起來以後吼，要有法度解決現主時拄到的問題。假使咧新的政權咧起來，反對的人起來，但是咧無法度改變現主時主要的問題，安尼結果嘛共款。老師，你講到這，我就頭大開。對，所以咧，任何嘅國家吼，即個足儕獨裁者吼，毋是無嘅煩惱，伊未來是要安怎？但是咧，上儕嘅獨裁者就是感覺講，雖然我國內足儕人攏反對我嘛知影，中國嘛知影，羅西亞嘛知影，絕對國內毋是鐵板一塊，足儕人心內攏足不滿。但是咧，伊就開始點名，你倒一個起來會當比我做甲佫較好，會當解決我即馬國內嘅問題，徛出來講嘛。所以嘛有是種本性，所以咱看羅西亞戰爭拍幾項年，中國因內部的問題足久的，大家攏知影。但是咧，基本上還是一種穩定。咱即馬看伊朗未來，就是看因是毋是。老師聽起來安尼，你較悲觀哦。有真正有實力的這個反對者，而且這個反對者起來以後吼，會當得到軍方，會當得到舊的政權的以前的官員，得到社會上的多數，得到國際上的支持，嘛毋是無這種狀況啊，也是有啊。親像韓國民主化就是安尼啊，韓國民主化就是會當得到這四方面的支持，所以韓國就加上咱來看伊社會內部有這條件無啦？對，社會內部敢有這種條件？當然，哦，這個川普是，哦，這個是上大一個變數啦。哦，假使伊這個出手。哦，這個對伊朗國內的反對派來講，吼，對這個民主的人士來講，種絕對是足大的鼓勵。哦，這是一個哦，其他國家哦，嘛會驚講，川普是毋是會出手？當然啦，對有幾下國家，伊講哇，伊領袖印度人是我的好朋友，伊可能就較放心爾啦。這伊安尼講，甲你是好朋友的時陣，是無一定的咯。但是，假使連好朋友這三字都無會按當然對。常常咧講迄個顛倒版的話。對。蔡老師，你安怎看？因為吼，大家都講啊，即擺這個川普吼，已經毋是當年的這個門羅主義啦，吼，即擺叫做當柔主義啦。但是，這也毋是因兜後門安尼，伊手安尼春甲斷着，安尼國際上難道對伊無意見嗎？當然，一定就有意見的，就是講，伊這吼較屬於強調國際政治吼，以軍頭目為主的這個大國，迄個趨勢啊。所以講，伊即馬對這個委內瑞拉做的工作，其他的國家會受到驚嚇，吼。伊嘛有放條講，你若要台繼續伊出來抗議，你要甲動的，吼，你要甲這示威的時陣，伊會出手。事實上是安尼啊，就是講，伊的制裁，包括講國際迄交易的系統內底，不准伊會當去嘛。你這規個國家吼，會變做啥？伊石油真濟，但是就是無產無園啊，真看這門。伊真看這門，甲委內瑞拉情形攏共款。伊就是經濟袂芳嘛，吼，靠石油當然中國吼，迄個羅西亞這買無毋對，但是單靠迄。你的本土的產業，吼，攏一直無起來，吼，外匯部分，吼，有當時啊就是講，你美國制裁嘛，歐洲制裁嘛，吼，你就一直，你的錢去互報伊，報伊了，你的民生一直物資一直壓，吼，甚至看因的迄個一個月薪水無才了去買遐民生用品啊，真正嫌食都。無通好迄落啊，所以這變做講吼，產生伊就一個惡性的循環，吼。這個領導人也80幾歲啊，吼。但是這他對老師講啊，伊這新學政權吼，伊有兩層嘛，一層就是吼，這新學士的領導者，第二層是總統來執行伊的迄落。但是問題是國家安全、軍事、外交、情報攏控制佇這個新學士頂懸，這個學者頂懸啊。吼，所以這要改變伊個體制，就算講伊落來啊，吼，過去美國嘛做足儕項啊，像伊拉克迄就是安尼啊，就是無才調去統治迄個國家啦。老師，你講有感覺即幾工吼，中國甲羅西亞攏對因兜的代志都無啥咧發表意見的了。
較密切、較消聲聲啊。就美國這個態勢，伊會感覺講哦，阮即擺以後，阮即個好兄好弟，我看連講有可能啊。吼，當然這攏有可能，但是有當時啊，傳播迄個人是要甲你嚇。吼，啊你若無照我的意思，你若無來講的時陣，你擱佇遐硬硬講，我擱會處理哦。吼，啊伊要做一方式，吼，伊要甲你制裁，還是講派迄個吼上先進的去，啊你核設施去互炸掉。吼，這個第一件嘛，啊話咧那是掠人嘛，吼。所以你逐個忙假笑，單話講話，你絕對袂使假笑。你若假笑的話，伊對伊來講，伊感覺講好，伊攏講咱是好朋友啦。但是你若講硬伊哥迄個吼，伊絕對甲你處理啊。但是講到這吼，他說老師已經講到這個軍事吼，我們請教沈老師吼。中國毋是對着這個伊朗的這個軍事，羅西亞對這個伊朗的軍事是幫戰真大咧。目前即擺是喙齒叫慢起來嗎？迄擺。甲即個核設施安尼規個攏摧毀去啊嗎？敢是安尼？咱先講這足趣味的吼。通常講一個國家，你若發動軍隊去做一個大型的行動，你上無嘛要休困幾工啊，對無？啊，委內瑞拉拄啊了，啊，即馬就開始要創迄個伊朗吼。啊，毋過因的報告吼。伫要攻擊委內瑞拉的時陣講，哦，你看我的國家安全的戰略報告，西半球是我的，所以我攻擊委內瑞拉。啊，毋過伊朗嘛毋是你西半球啊。是啊。啊，你看到伊的國家安全戰略內底，伊的順序就是西半球、印太，啊來歐洲，俄烏戰爭，啊來中東，啊過來非洲呢。啊，所以迄個伊朗問題應該擺在後壁較對啊。啊，伊即馬就來處理這個伊朗的問題，我是感覺一個。幾個理由啊，即馬就是講要消滅伊朗這個神學政權，也是要消滅迄個伊朗的核威脅，這上好的時機。哦，啊，伊即馬就是講經過迄個哈梅尼講，你趕緊走，啊，伊走了後，伊就會使和平解決這伊朗的問題。哦，會使民主化，也是互這個伊朗的政權世俗化。哦。跟他土耳其共款，啊，不過這足困難的哈，因為咱看到講，因即馬人民的這個控制哈，即馬差不多111個城市有咧控制，啊，東南部啊，西南部有一個大個城市叫阿布達南哦，啊，迄個城市已經互迄個抗議者佔領，啊，不過迄個離迄個倒迄人個足遠的吼，就是講人民這個控制即馬可能啊袂去到迄個時陣哦。啊，即馬就是講，即個人民控制會使持續到啥物時陣？啊，若是講全面性的，啊，即個革命衛隊也是一般的軍隊，倒向迄個人民，迄都有可能啊。第二個就是講，你講的伊朗的即馬的軍備吼，咱知影頂屆以色列甲伊朗的戰爭吼，伊本來差不多2000外個飛彈，啊，迄屆戰爭差不多1000外個攏無去，飛一半去，飛一半去啊。啊，中國吼提供伊足濟原料甲伊的零附件，互伊朗，伊朗就想講要上第一時間恢復伊的飛彈，啊，毋過即個飛彈主要是針對以色列，哦，針對美國，啊，伊講若以色列閣要攻擊，伊也有足夠的武器甲彈藥啊，啊，毋過美國即馬要處理即個代誌，有一個好處就是講，迄個泰戈堡，伊會使叫以色列做，美國毋免做。啊，像頂下共款，咱知影迄個伊朗的足濟神學政權的官員，也是革命隊的官員，迄屆以色列用精準打擊，反正已經死足濟人啊，吼！啊，伊即擺軍隊敢有啥物實力控制伊全國的內部這個控制啊？若是以色列閣要攻擊啊，即擺伊朗的敢有即個實力，會使甲反制啊？這攏是問題啦。啊，毋過我是感覺。無共國家是無共手段，哦，那美國要出手，哦，除了以色列之外，哦，可能閣有別個手段。上好的方式就是哈梅尼你家己緊走了後，伊的內部的改變，這較省事啦，吼。若是講，要講美軍以色列軍隊要入侵伊朗吼，啊，這足困難的。啊，毋過咱看到講，佇迄個委內瑞拉表現足好的。第二台部隊即馬佇兩伊的邊界，佇伊拉克附近已經佇遐咧等啊，即馬就等即個時機，也是等內部變化，看要安怎處理哈梅尼。
哦，這講到那個軍隊就要來哦，但是咱也是針對着伊朗的內部。老師，你有認為伊朗有即馬有法度通解決伊自身的問題，啊，互富個病？譬如講，我何免我放出我的政權，啊，互人共享。這第一，第二，我有可能做一寡好的事情，啊，大家會小可哮喘的，尤其。即馬看起來是即陣中小企業做小生意的人，吼，伊如果伊有得到保障，伊可能就會安踏落去。敢有可能用內部的方式，伊家己就通處理掉？我覺得現在看起來是，如果沒有外部力量介入，伊朗可能還是有他的能力繼續用暴力的方式撫平這些抗議分子。對，就是繼續用這種壓迫的方式啦。因為其實伊朗也不是第一次面對人民暴動嘛，所以他們有那個伊朗革命衛隊，他們伊朗革命衛隊大概有20萬人。老師，你給咱解說哈，因為革命衛隊跟一般的部隊有啥不同？他們革命衛隊是當時這個和平在一開始1979年出現在反抗巴勒的時候，那段時間培養出來一批人。那這一批人其實就是真正的所謂的伊朗政權。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只看到哈梅尼一個人，可是哈梅尼的手下。這些等於說全部的20萬人直接聽他的命令，所以他現在已經有派這些人在每個地方準備了，就在看什麼時候。他也講了，他會讓這些反抗分子到他們該去的地方，所以我覺得他不會退讓。目前我還沒看到他退讓的一個心態。我覺得如果因為伊朗跟其他我們看到敘利亞、利比亞、埃及、突尼西亞這些發生內戰、發生革命街頭抗爭的情形不一樣，不一樣是什麼？就這些其他的國家，他們有可能都是有其他的區域內的國家給他一些東西進去，或者有區域隊的所謂的這個代理人進去裡面進行一些衝突。可是伊朗他的百姓，我們的了解，我們倒是比較有看到說百姓有武裝部隊來對抗政府，對政府開槍等等。除了這個革命衛隊以外，還有這個共和軍呢。迄共和軍隊感覺有這個針對性，還是講無？其實是。因為我所在，因武力是較濫的、較渣的。對，我是覺得他們的這個目前的整個情況，軍隊啊，或者是革命衛隊，都是在伊朗的政權的掌控之下，所以沒有，除非裡面有叛變出現。可是目前我們沒有看到，要叛變應該已經出現了，就不會拖那麼久。所以很多新聞在說，哦，他可能準備要逃到莫斯科。可是我就在想，這個有的時候西方也是會放這樣小孩。大家如果記得2015年的時候，土耳其發生政變，西方馬上就說，哦，我都幹飛去意大利了。可是其實他還在，所以這個我覺得有的時候也是一個國際上的一個媒體的宣傳，當然也有可能是真的。所以我覺得還要再看幾天，看他要怎麼做。可是這一次伊朗政府，我覺得有趣的是，他的總統是一個比較世俗派，然後改革派。所以他一直以來，他這1年多，從2024接任以來，他一直都是表達一個比較願意對話的態度。所以當革命這次抗議爆發的時候，他是說他要舉辦一個所謂的這個對話機制，他要去了解問題是什麼來做改變。可是這個改變可能不會是那麼快可以改變的。可是我們看到說他們已經開始在做一些事情，譬如說發錢，好說降稅等等的方式，看可不可以弭平百姓的這個抗爭。對，所以還要再觀察。可是我覺得如果沒有外力介入的話，感覺又會再恢復到之前，可能又會再拖下去。對，老師，咱若看這伊朗看20-30年啊，你感覺最後解放是啥物？還是講無？這個國家已經是就是尤其咱個知影，伊個唔是順利，伊個是血，實業派，伊個特別個強調伊的生權，伊這敢有解放？你個長遠來看個。如果伊朗的長期解放，我覺得就是要經歷這種不同的一個這個抗爭、抗議、流血，然後慢慢才可以達到它一個改變。因為如果你西方介入的話，就像美國也講說它要介入，可是我們看到往例是美國所有介入中東的沒有一個是成功的。伊拉克毀滅掉了，那敘利亞他死那麼慘，還不介入。出來 IS， 然後阿富汗那時候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來的蓋達組織出現了，也門等，所以美國的所有西方介入通常不會，然後利比亞。NATO 也進去了，可是通常結果並沒有改變，對啊，所以我覺得唯一比較好的方式是讓他們敘利亞趕快讓他們自己去調整。可是現在敘利亞的還是有他的問題，還是有以色列、美國進去啊，因為美國在那個美國去挑動庫德族，挑動那個德魯茲派，然後挑動阿薩德的然後又有俄羅斯在挑動阿薩德的這個留下的那些人。
去內部，所以還需要一段時間。可是我覺得伊朗，因為你達到今天那麼腐敗，不是1天2天的嘛，所以你要解決它也不是1天2天就可以解決，對，所以一定需要時間。哦，咱小人再來回頭講是安怎會變做安尼？先來請教張老師，張老師，你對伊朗的前途，你感覺美國介入的這個幾率真大嗎？頭拄啊吼，另外迄張老師哦嘛是迄個在這場啦吼，咱家己人講吼，美國去干涉中東的這代志吼，足少成功。這個我個人有較無共的看法。這個愛看你成功的定義是啥物？哈，哦，假使你講伊拉克，哦，這當然因內部的政治即馬看起來嘛，毋是最好的啦。但是至少以前的時陣，伊去發動戰爭去拍伊朗，發動戰爭去拍科威特，哦，結果規個這個世界基本上攏互伊的戰爭甲石油的繼續去影響。但不管如何，美國去拍過以後，伊就無繼續發動戰爭啊。然後全世界的這個石油的繼續，美國介入以後，到即馬來講，可以對全世界經濟的影響，即馬來講是較低的，對無？台灣即馬大家感覺加油嘛好，哦，各方面的發展受到這個石油的繼續。以前細漢的時陣，哦，聽講啥物伊朗甲伊拉克戰爭，迄個時陣我記得石油的繼續是大起，加速啥物繼續攏大起。迄個時陣我是讀個。這個因那時陣，哦，這所有物件攏大起，哦，這個是這個國民黨的政府就足話緊張講，什麼政策，什麼物價愛限制。即馬看起來，雖然大家感覺美國去介入無講偌成功，但是至少迄個時陣的戰爭已經較少。親像敘利亞就好，敘利亞以前迄個阿塞德的政權嘛是足歹啊，非常之歹。哦，這個對人民，哦，所以有這足儕難民走到歐洲，有一個因那。即個足不幸死的佇咧海邊，結果嗰啲相片全世界看到攏足悲慘的。即馬不管如何吼，即種代志聽起來嘛無較濟啦。哦，伊對其他國家的威脅，哦，伊即種的哦本身的問題，當然大家講啊，迄個美國去干涉以後，經濟嘛無進步對無？但是每一個國家，全世界所有170多個國家吼。有憲法的國家，憲法絕對攏講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自由人權。講來提出來吼，你講北韓的憲法嘛是最好的啊，哦，保護人民的自由哦人權，哦，這個任何國家攏是安尼寫，但是每一個國家哦內部的發展、經濟、人民的自由差別是足大。所以咧，我意思就是講國際關係哦，有誒時陣吼，袂當講互一個國家有偌重的責任，講伊愛保護愛。保證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內政攏足好，伊會當做到講國際上的戰爭吼衝突減少，我感覺都已經足偉大了。啊，那即馬咧，那即馬美國敢有裁掉，或者是講你認為伊敢有即個空間，然後介入伊朗的這個情形？我認為吼。伊即馬去拍過迄個委內瑞拉以後，吼，伊朗不管如何，任何人做伊朗的領導人，攏知影即馬一定要增加伊的戒備，哦，愛增加伊規個即個防備，袂當互美國出手。所以咧，即個軍事上吼，即種的行動吼，攏是一遍成功以後，第二遍吼，愛成功的可能性攏較強，因為伊用防備，所以。即馬來講，美國愛出手去掠迄個伊朗的上懸的領導人吼，驚是掠袂完吧？這第一是掠袂完，這個舊年的時陣，甲以色列戰爭已經莫講掠啦，已經互天掠，已經掠足濟去啊。結果咧，差別無大。所以咧，伊嗰個國家本身的社會、文化、宗教這些問題無解決吼，你換一個兩個領導人，我感覺。對，安尼上好就叫川普賣插落好啊，效果無遐大，而且咧，川普本人吼，今年一面即個你聽查新老師所講的，這中東是擺甲美酒二坎的，這無比西太，因為大西洋印太安尼優先順序。對，優先順序是第一項重要，第二咧。就是伊個國家社會政治文化無改變，你講伊拉克就好，海珊嘛早就已經互伊處即個解決啦。結果伊敢講內部的問題攏已經完全解決嘛無啊？哈，所以吼，足國家的問題，毋是講換一個領導人就會當完全解決。這是我個人的
這個看法，親像委內瑞拉就好啊。哦，台灣足儕人足歡喜講，哦，委內瑞拉，哦，即馬這個總統掠去以後，美國會接管。哦，未來啥物？伊個中國嘅武器全部攏互美國摕去研究。哦，還是講這個國家規個攏變做安怎？即馬我看起來，第一，伊副總統接位嘛，副總統已經就任啦，所以講副總統嘛是伊馬杜羅進的人嘛，所以伊政權本身大改變的可能性無大。你社會本身的經濟問題會當馬上解決的可能性嘛無大。安尼是互美國上大就是吼新的領導人起來吼，對美國有較客氣啊，是嘞啦。吼，這個過去可能對啦，互你這個無歡喜，所以我即馬增加甲你合作。但是咧，你社會問題無解決，你講這個毒品的問題，這個甲中國關係，敢有可能根本的解決？無可能啦，哪有遐簡單？傳播毋咧做心酸的，蔡老師你安怎看？我是感覺安尼啊，就是講，伊就是一直甲你教案，哦，啊，你內部有變化，哦，啊，無伊即個國家，伊咧像啊經濟攏一直攀袂好，伊即革命的衛隊佔面的經濟50%咧，就是講伊內底有足儕公司，哦，啊，客家生活的是少數人，啊，遮個人是重視啊。但是一般人民是嚇死啊，夭死啊，吼！今仔遮濟人出來抗議嘛，是因為安尼啊，所以就是講，伊就是無平衡嘛，吼！啊，你閣無外國的迄個誒交易，吼！啊，干咱靠遮個中國，還是講羅西亞，這袂付氣啊！啊，美國的手法，其實川普這個人吼，伊是有一點仔草莓仔性啊，就是講吼。我甲你用者啊，好了，我就走啦。你若要甲我去拍久，伊袂堪一啦。伊個個性是安尼啊，伊無可能會當講，哦，我咧甲你舞足久誒，吼，伊就一兩屆就要甲你解決煞去安尼啊。但是伊會甲你，伊的手段絕對比過去的總統攏較凶啦，絕對的啊。伊要甲你制裁，就是要制裁到互你會疼，啊，你家己有變，安尼伊就醒起來啊。吼，啊，伊要掌握的就是最簡單，就是石油。吼，伊愛對美國有利益的代誌，所以因為這個期中選舉若去互輸去，伊國會就擺卡呢。所以伊進吼，那就你知啦吼，啊即馬地圖贏嘛，贏你就愛啥等的啊，吼，你就免擱佇遐講好。贏伊就浪港走人，毋愛講吊腳啦，但是伊的意思就是講，我即馬贏好，啊是安尼，啊逐個小仔較驚，吼，我要互你驚，吼，啊你若驚，你家己自然你就愛改變嘛。吼，啊，我看即個伊朗即個領導者吼，伊即馬手段是安尼啦，伊種進步兩難啦。伊若甲繼續甲因壓制，傳播講你甲注意哦。但是伊無壓制，佮驚講伊這政權會去互殺倒去啊。所以我講，即馬就是咧來看外口的壓力，啊，佮包括伊是毋是講伊有反應，但是伊即個總統攏去講，互保守派攏甲罵啊，意思講啊你傷軟啦。哦，這總統毋是好做，因為總統其實總經理嘛，吼，啊伊愛去做一寡經濟的工課，吼，伊愛對人民較好，伊毋才有機會。但是都無法度，即馬就是講這巴勒維的子孫啊，那就佇美國啦，吼，因即馬懷念過去國王，吼，迄陣時有地的時陣，吼，阮大家安尼石油，吼，啊，生活閣過了好，阮一個錢閣大圓，要買物件攏有啊，即馬無啊，完全就是講吼，其實我感覺是安尼啊。大國吼，通常去介入這吼，會變做吼帝國的蒙阿波啦。啥物意思？就是講吼，你去遐創的，到時你要人講啊，迄規個攏亂糟糟啊啦。吼，美國其實伊看足儕即個案例，所以即擺你看伊的做法是，那就迄外科醫生手術，吼去甲你處理好來走啊。啊，當然即個是處理了袂歹啦。吼，啊，我當然佇國際法，大家一定罵嘛，中國嘛一定罵啊。但是中國家己上無尊重主權的啊，莫佇遐講迄啦。是安怎講？你毋知？因為美國伊介入有一個原因，就是講你這個國家有人權的問題，你有販毒這萬國的公罪哦，啊，你有牽涉到一寡迄個，你去支持這恐怖主義，有黎巴嫩的人，啊，佮包括這也門，恁這伊朗嘛是客這國內頭殺到要死啊！你去挺遐個人，啊去創一寡中東的衝突，這對伊來講伊袂當接受啊。吼，啊！你以後你若無錢，你這個物件，你就袂使去做啊嘛。啊，無你會變做安怎？你到咧散到要去互鬼掠去啊！你擱去做這個阿薩布魯的工課，
好，因的意思是安尼。老師，你這講這個時候，我突然間想起，阮以前一個電動玩具行內面哦，有迄個打地鼠安尼，木者撲者木者撲者木者撲者吼。你講要完全攏甲消滅吼，可能無可能，但暫時大家小休轉的，可能有可能。哦，伊這個效果就是講哦，伊先安尼大力甲你拍落了，其他小野看咧，哦，即嘛哦，這實代志毋是遮簡單哦，吼。小可暫時會驚，會驚了，伊閣用其他方法用手段來配合，伊的手段攏一直是安尼嘛。但是你講會驚吼，即馬吼中國、甲羅西亞、甲南非，這金磚演習，吼，連伊朗也要參加。沈老師，伊這是算假的，還算人的，還是講算真的？這個演習吼，可能是早就計劃好啊啦，吼。咱知影，羅西亞、中國甲伊朗吼。當年攏有海軍的聯合演習，當年攏有吼，這是一款合作，嘛是一款同盟的象徵啦吼。就是講我伊朗我海軍嘛足強的，我當年攏含羅西亞甲中國來合作啊。毋過這款的合作嘛是美國即馬嘛足看到這吼嘛足刺眼哈，因為想講你著邪惡軸心系個國家。即馬委內瑞拉了，即馬就開始針對這個邪惡軸心開始咧做。伊朗其實對美國來講有幾個利益。第一個就是講，因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黨，伊嘛支持也門的胡塞青年武裝，就是講中東的所謂威脅甲衝突，可能甲伊朗有關。那我若趁這個機會，互何梅尼。走去羅西亞，然後伊朗變成一個世俗化的政權啊，可能無法度解決伊國內經濟問題。不過對美國來講，解決了核武威脅的問題，解決了這個伊朗支持中東的這幾國家的問題。第二個就是講，咱攏無講到這個中國，咱知影中國伊的石油的來源，羅西亞、伊朗甲委內瑞拉，委內瑞拉已經無啊，即馬個伊朗。那伊朗這個石油，那無互伊互伊中國，其實對中國影響足大。你看這個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其實最後的目標就是中國。伊即擺開始一個邊海國家一個解決，最後就是中國。所以你講拄仔講到講川普是做心酸的，我感覺伊這個生理人袂做心酸的啊。咱知影以前伊拉克問題解決了後。奧巴馬其實派咧開足濟錢，佇伊拉克的戰後重建，佇阿富汗嘛共款成立一個聯合政府，毋過迄個阿富汗這個官員每一個攏貪污攏烏西，後來即馬阿富汗佫變塔利班的政權，伊拉克即馬是內部是足亂的吼，經濟嘛無影足好的，毋過伊嘛有石油嘛對，上少袂對。西方國家袂對美國造成威脅，毋過伊迄個所在嘛會使牽制伊朗，就是講伊美軍伊底下嘛會使部署佇伊拉克，若要對伊朗採取行動的時陣，迄個國家嘛是較接近美國哈，所以對地緣戰略來講其實伊拉克即馬嘛足重要的毋過咱攏知影講救急無救散伊將來若要處理這伊朗的問題，我甲你解決這個問題，佮嘛解決個問題。毋過我無咧包生，無講我來了後，每一個人收入會變偌濟，然後咱足夠好個。咱一直咧問這個，就是因為美國人在世界上去用討厭，就是安尼。你逐項攏要武，武的武甲安尼吼。規大拖這個後衛政治的，所以大家會討厭，就講你這個帝國主義雖然有當時伊做的是好事，好心做歹事，即馬驚的是安尼啊！因真濟中東的人討厭美國人就是安尼，你去用聽到這個名，你就規人攏壓起來。我只在想，剛剛各位老師講的那個美國對介入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可是我們看當時伊拉克打伊朗打了8年，也是美國在背後推嘛。因為那時候何梅尼上台，1979，美國的2根柱子少了1根，伊朗突然變成反美，所以他要對抗伊朗，可是他沒辦法自己去打，他就派伊拉克去跟他打，給他武器，給他軍事，所以我們打那麼久，因為美國後面支持。那後來伊拉克要打科威特之前，薩達姆·胡塞因他還召見了美國駐伊拉克大使，問他說：“如果我打了會怎麼樣？”你會不會幫我？對，那個大使沒聽懂，說：“哦，沒關係 ，no problem。”就打了。
就美國。我一個人也回講印象啦，沒有，這個都有記錄。那敘利亞的問題那麼久，為什麼可以打？為什麼阿薩德撐那麼久？因為美國不打，不支持嘛，他不 care， 他不在意。我們說美國是真的會去，他現在威脅伊朗說，哦，如果你射殺百姓，我就進軍，那個太理想主義了，不可能。巴勒斯坦死了68000人，快7萬人，200萬人死了，快7萬人，1/3是孩童女孩，一句話有嗎？沒有。那敘利亞內戰死了10幾萬人，十幾萬人也被抓起來，美國講什麼？沒有，他們都講一講就結束了。利比亞戰爭，不過哈，注意，這是川普進程哦。哦，對了，可是川普有時候要打了，他上第一任的時候，他有炸一次敘利亞，他炸了一個敘利亞的一個軍事設施，是沒有人受傷。後來爆出來什麼？他就跟敘利亞說，如果你再攻擊的話，我就要轟炸你。所以他炸了，炸了之後沒有人受傷。後來爆出是什麼？他跟這個俄羅斯說，我要準備炸這個地方。俄羅斯就跟敘利亞說，你把那邊東西撤掉。對，這後來都爆出來了嘛。所以他一定會，我覺得川普他的模式是，他會講很多事情，他可能講不止一個事情。可是他真正會做到什麼程度？那就像沈老師講的，他不會亂做，他一定是真的有利益的找他去做。那伊朗現在，我覺得他為什么不敢那麼快做？因為他沒有一個好的替代品，他如果真的垮台，一個弱的伊朗政權對他不友善，還是一個換了一個人，可是對他又強又友善，百姓支持他的反美的，他會比較開心嗎？一定不會嘛。那周邊的國家，美國的同盟，其他的那些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他們會希望換了一個政權，換成一個老百姓很支持他，可是又反對其他國家的一個新的領導人，不要，對不對？那當然還是維持弱弱。所以讓他繼續這樣子弱弱的待着，反而是國際間的大國的一個利益，對不對？我是這樣覺得了，對啊，他們可能覺得這樣還是一個比較開心的事情。所以老師，你認為第一時間傳播是美國叮當？就沈老師也講了，剛做完一個斬首行動，可能現在沒那麼快。就化解啊，第二個化解啊，對，可能是，可是我也不知道，搞不好明天就斬首。老師，我再問一個問題啊。今麥伊內部伊的新權到底有接班人無？因為這後面你嘛真老啊。他們說原本他是想讓他兒子接任，可是後來還不敢讓他兒子接任，因為大家開始抗議了，所以他現在其實也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接班人。因為找無人啊。對，也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接班人。可是到時候如果真的是有啦，我有看到一個場合，伊咧念經的時候，因囝有擱出來啊呢。他們可能還是會讓他們那個原本的那個委員會裡面選一個人出來吧。對啊，如果但是本質沒改變。我覺得政權沒有垮，那個如果那個革命味道還在，就應該不會變。這個問到一個社會根本的問題，這個社會結果，如果這個神的這個部分，係和世俗來起來，敢有可能？愛有什麼條件？你像土耳其伊到即馬，伊世俗的代志嘛是叫伊斯蘭的代志叫對調的呀。這有可能嗎？我覺得也不是不可能，因為我覺得伊朗百姓他們其實也厭倦了這樣所謂的一個神權下的一個壓抑。就像上次那個女性的頭巾事件之後，其實很多女生現在已經不戴頭巾了嘛，開始就是他們要反抗這樣的一個政權，所以他們可以從一個極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可是中間會改變。可是我覺得還是得看最後革命衛隊的人裡面他們那些將領要不要把權力下放。有一種說法是說，西方跟他們妥協方式是我讓你們繼續掌握你們經濟權力。可是政治歸我們來處理，慢慢過渡它，做一個過渡政府這樣子。愛有一個良心發現，對，然後給他們一定的利益，經濟利益，你們可以去掌控經濟，可政治讓我慢慢過渡。有人是這樣說了，可是還得再觀察。等於按敲不上人呢？我不是很難說。姜老師，這獨裁者上驚就是接班的問題啊！哦，這個中國，這個北韓，哦，伊朗。即馬接班的問題，攏是伊執政者心頭上大的問題嘛。所以，因為你新的接班人哦，第一是會當解決現主席的問題；第二咧，要有進動性。假使你無進動性嘛，袂當解決這個現主席的問題，你佫坐袂穩，坐袂穩的結果吼，一種可能性是互伊坐穩，就是清算。雙向以前的做到偌濟無好，安尼我來改，我起來就是愛改變所有問題，攏掠起來。親像中國改革開放攏是安尼。像 Stalin 安尼。對，所以這個獨裁國家領導人哦，上驚就是吼，伊假使落台以後，政治、政黨、社會、國際是安怎來看伊，所以咧。
在的時陣吼，還未起來時，還未過往的時陣吼，絕對袂使把權力放掉。但是安尼就變做講問題是愈來愈嚴重，所以哦，川普即馬就是吼，互每一個獨裁者吼一個新的變數，就是是毋是這個人為着伊家己的政治的權益，會當受買我內部對我不滿的人，哦，因為這個人講實在無啥道德啦，因為照美國的法律吼，你去暗殺別國的領導人是犯美國法律的。美國統早就有這種法律是袂當做安樣代志，所以咧，這個當然對川普來講，伊本身有足濟哦，伊個道德的問題、愛普斯坦的問題，所以伊無差一條啦，伊無差一條，所以變做講所謂獨裁者拄着以前的歐洲的領導人，哦，美國的總統感覺講啊，伊攏是講法律的啦，哦，伊攏是講國際法。我像着一本冊吼，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對，所以以前的迄寡人吼，就是好，你對我這個制裁。哦，真正擋袂牢時陣，我就放一款。哦，即個你講核子武器的問題，真正我擋袂牢，我就放一款，互你有會當交代。佮其他國家民主國家領導人安尼就會使，因為伊本身上煩惱嘛是伊家己國內問題嘛。拄着即個川普即種哦國內問題吼，伊反正嘛無要管啊。伊逐工攏講哦國內偌好偌好，我起來經濟非常之好。其實大家感覺毋是安尼。然後咧，國際上伊感覺講，我即個去掠一個委內瑞拉總統，我講伊會當食一世人啦。講實在，即馬委內瑞拉根本內部政治無改變啊，副總統起來，委內瑞拉本身的政黨嘛是迄個原本的迄政黨啊，政府的體制嘛是原來即個政府的體制啊，哦，所以變做吼一個宣傳為主的美國政治，加上即個繼續複雜的國際即個環境。哦，這就是未來咱今年會當看到的世界。哦，這聽起來呢，伊唔是美國的總統，伊是世界的總統。對，安尼哦。但是蔡老師是刷落來，伊還佫講我要 Greenland， 哦，我要庫巴，我可能我這個伊朗啊，伊之外還佫有庫巴，我可能攏會甲你爭起來。敢是安尼？南非呢？南非這競爭國家哦，西中兼外貼，甲中國是西中兼外貼的呢？這有可能慢慢啊，像頭先沈老師講的，就是甲你剪軍邊，來先剪的，剪到你上後尾就是困的中國，敢是安尼？對啊，伊這個明羅主義吼，還是川普的這個主義，伊的意思就是講吼，你攏佇我後尾園啊遐，佇遐咧避開海，我哪會當放互恁遮的人佇遐咧吼，這個國家佇遐吼。你去用啊！這過去是我的，算我咧管的呢。吼，啊，即擺就是透過委內瑞拉的代誌，當然背後是中國嘛。啊，古巴其實即個死的內底，迄個安全人員足儕古巴的人啊。啊，古巴以後伊的石油若斷去了，伊即個政權嘛，擱佇遐要害啊。吼，啊，擱南美洲過來的國家吼，包括哥倫比亞，伊的意思就是講，啊，你就是攏用你咧創毒的啦，你賣毒的啦。我用即條，就要甲你影響到我美國的利益。吼，啊！你放一寡人來遮賣毒，我袂堪進，我就要甲你處理。吼，啊，佮包括講，足濟遮個你講的遮個國家，吼，伊會感覺講，恁大家着少年仔着較注意的啦。吼，伊的人就是攏足夠共嚇驚的啦。吼，啊，有當時啊來講，要做甲毋做，有當時啊，你嘛三無長的吼。你無法度，你掠伊袂着啦。吼，伊這個人就是安尼，伊袂當互你搖着。吼，啊，但是就是講呢。佇中東的問題，伊對以色列這個國家吼是足挺的啦，伊比任何一個總統更較挺啦。啊，這就是中東的問題啦。互伊這個國家世界去交人佇遐相拍，啊，中東的衝突吼一定無法度改變啦。吼，啊，同時伊朗伊嘛有理由啊，意思講啊，你這個國家吼咧拍阮這阿拉伯的國家嘛，吼，啊，我會感覺講伊這個問題，看會當吼雙邊攏會當個小可壓咧。啊，這若是一邊哦，但是伊頭殼毋是安尼想的哦。對啦，伊意思講，伊攏要盤贏的嘛，吼，啊是講以色列以後呢，我就繼續賣互伊，啊，互伊較大漢的，吼，啊，我感覺安尼衝突會一直來啦，吼，我的看法是一直來，但是是安尼啦，伊總統閣做責任嘛，吼，伊上重要是，吼，大家想講拖一下啊，毋是拖一下，三檔馬上就到。伊就是閃電的戰術。吼，啊，處理好了，好，啊，我若經濟小可有好，伊即擺講吼，關稅收得足儕錢啊，
吼，迄事實上今仔的新聞是安尼嘛，吼。啊，但是經濟有變好無？美國人都清楚的啦，吼，一擺，有人感覺講哦，通膨足嚴重的啦，吼。但是伊感覺就是講，無要緊，有人反對，有人贊成，但是這屆真正真成功啦。伊甲這個人，因為這個人嘛甲搶啥，因兩個佫有通電話呢，伊甲搶啊，伊改落來伊袂嚴啦，吼，敬酒唔食你食罰酒，好，我就甲你處理，吼。啊，迄幾工中國的軍機無啥飛台灣啦，所以表示啥物？表示講，這個獨裁者就哦，我這丟地哦，哦，啊無連講會向，唔知迄地處吼，迄地契啊，唔知當時佢會爆出來吼。就我要問心老師吼，不管是 Greenland、伊朗、庫巴、南非，還是什麼所在處理啊？美國敢有優先順序？伊想要佇啥物？想倒一地，伊先甲摕落來，但是看起來伊是先摕。Venezuela， 嘛無講真正完全甲賣掉啊，倒一個對伊來講利益較大。啊，拄啊，蔡教授講着講，即幾工啊，中國飛行機較少啊，是因為拄啊演習了啊，嘛愛軍隊休困一下啊。第二就是講，你講着講格陵蘭、伊朗、古巴，還是哥倫比亞吼，啊，即馬傳播是要倒一個吼，咱知影傳播生理人吼。商機甲戰機是共款，我講戰機毋是無人機啦吼，作戰的時機，戰爭的時機是共款的吼。你看到準你啊緊落手，就你講的閃電戰術吼。啊，毋過即馬川普一咧等伊朗的問題啊，即馬啊，佫毋是時陣，伊即馬咧準備，伊可能未背爾，伊可能已經要求即個戰前部你做計劃。有啥物計劃要安怎上好？啊，毋過還袂決定，因為要等上好的時機。第一個就是講，哈梅尼敢會去羅西亞；第二個就是講，人民的抗爭會到啥物程度？第三個，咱知影，美國要拍迄個委內瑞拉時陣吼，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嘛佇海湖山莊，伊嘛去。你想講，委內瑞拉代誌甲以色列有啥物關係？其實迄個時陣想講中東的問題啊，即馬就是講。伊朗的問題若發生什麼抗爭、大型的抗爭了後，還是以色列發現什麼情報，跟哈梅尼佇堆，可能以色列就會斬首攻擊伊的重要領導者，還是重要軍官吼，幫戰這個人民的抗爭啊，這個咧等時機啦吼。第二個就是講，古巴甲哥倫比亞吼，因為足散的啊嘛無遐個軍事的實力。我是無感覺講，伊即個優先處理，毋免優先處理吼。啊，格陵蘭呢，無遐簡單。你講白宮發現講，無擺佇用軍事的手段。啊，毋過，丹麥是北約國家誒，你用軍事去摕人個土地，啊，是北約要解體哦。啊，所以格陵蘭還是推軟的，還是盧比奧講用買的啊，擱咧談的。我感覺伊朗是上優先的。哦，伊朗上優先的。張老師，你安怎看？上要9分鐘。我覺得如果斬首行動成功了，伊朗會陷入混亂。會陷入混亂，因為突然之間他們不知道要反對誰。對，然後反而是軍閥出現。再去佔據整個國家，對吧？一定會變這樣的，因為到時突然之間，原本的獨裁者沒了，又沒有替代人物出來，那這軍閥就出現了，對啊。有呢，一寡頭人攏叫斬首去啊，基本上真的攏無人。可是我覺得美國不敢，沒算這行啊。我覺得還會再評估啦，我也不知道，搞不好明天就發生。以色列有可能。